2026年3月7日晚，紐約曼哈頓唐人街喺運來大酒樓內張燈結彩，洋溢住濃濃嘅喜慶氣氛。紐約浮石紫氣堂聯誼會在此隆重舉行丙午馬年春節聯歡晚會。來自紐約地區嘅僑團領袖、社會賢達、浮石鄉親會員，以及專程從芝加哥、波士頓趕來嘅浮石鄉親等近500人歡聚一堂，共聚鄉情，同賀新春。晚會以馬到成功，好運來為主題。由趙奕河擔任司儀，他熱情開場，向所有來賓致以馬年嘅誠摯祝福，並代表大家祝賀趙建榮任紐約浮石紫氣堂新一屆主席，期待在新主席及全體同仁嘅領導下，會務攜手並進，共創輝煌。我係今晚嘅主持趙奕河，歡迎大家參加我哋今晚紐約浮石紫氣堂聯誼會春節聯歡晚會。首先，我哋恭喜我哋浮石紫氣堂新嘅主席趙建榮主席，大家鼓掌多謝。相信響趙建榮主席及所有同仁嘅領導帶領下，我哋將攜手並進，將浮石紫氣堂會務喺新嘅一年蒸蒸日上，繁榮昌盛。晚會伊始，首先進行醒獅彩青儀式，寓意福氣盈門、吉祥如意，為浮石鄉親帶來新一年的生機勃勃與滾滾財源，更象徵着紫氣堂在丙午馬年步步高升、鴻圖大展，將吉祥與好運傳遞給在場的每一位賓客。隨後，紐約浮石紫氣堂婦女部以一場別開生面的走場儀式拉開序幕，並獻上歌曲《好日子》，瞬間點燃了現場的熱烈氣氛。聽唔到掌聲啊，係咪太欣賞咗唔記得咗要鼓掌？多謝多謝，之後好多嘉賓呢就要影相。響隨後嘅致辭環節，總顧問趙麗慈致歡迎辭，對各位嘉賓嘅到來表示熱烈歡迎。大家新年好！我喺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家庭幸福，萬事勝意。大家飲多杯，多謝大家。常務顧問趙女成則發表了情真意切嘅卸任致辭。係我哋浮石人喺呢個大家庭嚟到呢個大家庭，我哋克服困難，我哋大家團結一致，同心合力，我哋要發揚和眾無數嘅精神，共同將紫氣堂搞好，將佢發揚光大，讓佢世代相傳，讓佢更好地為我哋嘅鄉親服務，為我哋嘅僑胞服務，為我哋嘅僑社服務，為我哋嘅僑社嘅繁榮安定出一分力。喺呢度，我非常多謝一直咁多年嚟支持我哋嘅各位浮石嘅鄉親、各界嘅朋友同埋各界兄弟友好僑團公所對我哋嘅支持，多謝你哋。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響全場熱烈嘅掌聲中，新任主席趙建榮發表就職演講。他首先向在場各位僑領、
嘉賓、浮石鄉親及朋友們致以最熱烈嘅歡迎和最誠摯嘅新春祝福。他特別感謝咗來自芝加哥和波士頓嘅兄弟姐妹們遠道而來，共襄盛舉。趙建榮主席在致辭中深情回顧了浮石村嘅悠久歷史與深厚文化底蘊。他指出，浮石作為擁有近660年歷史嘅古村，素有皇族村之稱，村中90%以上為趙姓，係大宋皇室後代。浮石文化底蘊深厚，曾榮獲國家歷史文化名村、民間藝術飄色之鄉等多項國家級、省市級榮譽。身為浮石人，他感到無比自豪。談及紐約浮石紫氣堂嘅100年歷程，趙建榮表示，該社團由旅居紐約嘅浮石先人於1882年創立，至今已有140多年歷史，為海外鄉親提供了互通鄉情、互助互愛嘅平台。他深感責任重大，承諾將與全體同仁承上啟下，群策群力，秉承宋太祖惡族無親疏嘅祖訓，發揚團結互助精神，讓紫氣堂代代相傳，更好地服務鄉親，並為紐約華埠嘅繁榮安定貢獻力量。紐約浮石支行係我哋浮石人旅居紐約嘅先人喺1882年創立嘅社團，到今日已經係有140年嘅歷史。其目的係讓出外謀生嘅鄉親有一個互通鄉情、相互幫助嘅平台。今日亦係累具兩地區浮石人嘅大家庭。今日我哋能夠喺呢度相聚一堂，我哋應該萬分嘅感謝歷代嘅新人嘅共同努力，經營發展，才有今日嘅紐約浮石支行。今後我哋要團結一致，同心合力，發揚我族無親疏之精神，攜小同行，共同將紐約浮石支行發揚光大，讓紐約浮石支行代代相傳，更好地為鄉親服務，為僑社服務。紐約浮石支行自成立以嚟，我哋一直係扎根華埠，華埠亦養育咗我哋紐約浮石支行。我哋為華埠嘅僑社繁榮、安定添磚加額，貢獻我哋一分力量。今日我在此謹代表紐約浮石支行，多謝各僑團嘅領袖、各位鄉親多年以嚟對我哋嘅支持，感謝各位友好嘅人士及同仁一直以嚟對我哋浮石支行不離不棄，仗義支持。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，工作順利，家庭幸福，馬年行好運，財源廣進。多謝大家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晚會上，多位嘉賓登台致賀。紐約林西河堂主席林廣良、美東趙族宗親會主席趙宇康、紐約馬氏宗親會主席馬傑平、紐約龍崗親義公所主席張少明、芝加哥龍崗親義公所主席趙維坑等先後致辭。他們向紫氣堂新一屆領導班子表示熱烈祝賀，並強調了各兄弟社團間源遠流長嘅情誼，其中提及趙馬同源、劉關張、趙桃園結義嘅歷史淵源，更添溫情。常務顧問趙秋生介紹了當晚到場的嘉賓。由於時間關係，要介紹錯漏嘅，請大家多多原諒，多多包涵，多謝大家。多謝我哋趙秋生常務顧問，亦多謝所有嘉賓對我哋浮石紫氣堂嘅支持啦。趙欽明中長宣讀職員名單，常務顧問趙善明中長闡述了會務發展路向，並重點介紹了2026年籌劃購買新會所的大計，呼籲全體鄉親會員大力支持。中文副書記趙艷玲中長宣讀了來自家鄉及各地的賀電賀信，包括浮石村委會、浮山月報社、斗山鎮政府僑聯、台山市海外聯誼會、台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以及台山新寧雜誌社等，充分體現咗家鄉與海外鄉親嘅緊密聯繫。在顧問趙國玉致答謝詞後，亦都感謝各界團體喺100年之中抽出寶貴嘅時間參加，並且帶來咗美好嘅新
趙建榮主席帶領全體職員向全場來賓祝酒。首先，我哋祝社區繁榮昌盛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各兄弟團團會務昌隆，乾杯 ！Cheers！ 跟住我哋祝各位嘉賓、兄弟姊妹馬年和尚財源廣進，家庭幸福，健康快樂。祝我哋紐約浮石子氣堂會務昌盛，紐約浮石聯誼會會務昌隆，會務蒸蒸日上，再創輝煌。乾杯！ We also cheers for all the best for the year of 2026. Thank you. 晚宴期間，文藝表演精彩紛呈。婦女部主任趙萬麗不僅贊助了所有演出禮服，更帶領婦女部成員在家中精心排練。他們為晚會獻上了合唱《歡樂年年》、《歌聲與微笑》等經典歌曲。總顧問趙麗慈一曲瀟灑走一回，更是贏得滿堂彩。晚會在林氏、趙氏、馬氏兄弟共同演繹《愛拼才會贏》及全體合唱祝福友誼之光，明天會更好的溫馨旋律中圓滿落下帷幕，大家共同祝願浮石子氣堂的明天更加美好。